感谢神，让我们西北中会在今天下午用诗歌来见证荣耀神的名、神的作为。透过众教会的诗歌分享，我们彼此激励。但愿今天下午，神的灵、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Uthasamanay wamanyam ikakarayan abang Yesus Kristo atau bikabut no pang jarai atingo yarai mikansya kami tonini arumian Uthasamanay arumian dipakal metlan misoto pinaulan misok mahadako lehai noniam masaubo kami bitinay saktipai Kau kai no miso, manat cai kami ini, kami pacakat tu radio, mehmak tu nikah katamaan no ngangan no miso, atau pakal sekali, mahapinang tu nikah katamaan no ical, usamak bipakal mas isu ini kasa kau kai, nanai, tu nikah lumadio no niam, atau mas no libahak, atau kansya. Ayaw na miso. Lungod sa nuniyam ko, may kapot, upang calay aningo na miso. Itindi sa opo nuniyam. Kami tengil kami, malayap nuniyam ko, tamaan ay sa pagkalaman miso. Sa tapangan, kanga sa ipahnikan, kamulan, usakak sa nuniyam. Haidang ko nga nga nutabang, Yes, Kristo amin tolan. Amen. 谢谢我们的议长马清凯牧师带我们做这一次我们诗歌音乐会的一个祝福的祷告。我相信借由他的祷告，可以让我们在今天的音乐会可以进行得非常的顺利。平安，塞嘎嘎。吉西哥哥哥，我是宋真光牧师。吉西莫伊嘎哥，我是黄雨婷牧师。是的，在去年这么美好的经验。今年大家再一次用诗歌观摩，聚集在这么美好的场地。我也觉得我们今天在这个场地，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有升级的。如果比起去年的话，我们的场地升级，我们的舞台升级，我们的麦克风升级哈，那我们连演出的位置都升级，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音乐会。对，今天虽然天气非常的炎热，可是在刚开始。就看见很多的教会很认真的在排练的位置，相信今天下午的演出一定是跟教会已经准备很久的。我绝对相信，从我们这么慎重的在开始我们的音乐会之前，有这么多的教会在这里排场，就可以看得见你们对这一次音乐会的重视。其实，当你们看见这次音乐会那么有重视的时候，其实我跟宋牧师也非常的看重。你们可以看我们今天的穿着，我们真的是带着正式的，穿着礼服来主持今天下午的盛会。有请给我们一点掌声。我也希望这样的掌声是每一个教会，当他们演出完毕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更好的掌声，我们都需要掌声，是不是？阿门。好，我想一个好的主持人，话不多说，我们先来介绍本来第一个团体，因为还有一些成员还在路途中，所以我们很快做变化。我想已经站在我们舞台上，他们是中正教会，他们第一个演出的诗歌曲是。主路明亮的晨星，这是周一峰这老师所做的，他是泰鲁的人士哦。这是一首怀旧的诗歌，将近已经20-30年之久。我们来聆听看看，比起现在的诗歌有什么大不同？第二首歌呢？黄牧师其实不用太紧张，我们心平气和。他是泰鲁格族，不是泰国人。我们欢迎中正教会的演出。
我们安排他们在第一个节目表演，我觉得真的是安排对了。因为中正教会名副其实的，他们非常多的演出的这个经验我记得在几年前也是去美国，刚好跟中正教会到美国大使馆演出，为了要让台湾进入这个联合国以及这个 WTO。现在我们进场的单位是樟树教会，请莲心教会请预备。他们带来的曲目，第一首是《上主是我喜乐》。这个作词、作曲、编曲是刘立勋。第二首歌带来的是《坐在主的身上》，作词作曲是刘立勋老师。刘立勋老师他的作品被许多教会喜爱跟传唱哈。除了坐在主的身上这首歌之外，他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作品，也是非常的悦耳动听。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聆听刘老师所做的这个作品《坐在主身上》跟上主赐我喜乐。好，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樟树教会。
诗歌叫《坐在主身上》。不用紧张啊，照平常这样训练就可以了。接下来，不好意思，钟牧师，我们的默契还没有培养好。没关系，默契需要慢慢来。我想说，因为刚才听到张叔教会唱到坐在主身上的时候，我特别有感动，因为这首歌刚才我有介绍，作词作曲人是刘立勋老师。如果你们对他的歌真的是感觉到很感动的话，其实他也出了非常多的一些作品，譬如说我心尊主为大，常常欢喜，天父的双手在主面前替你祷告，我是何人，以及他也有出一些台语的专辑歌曲，所以我们的这个刘立新老师，他除了会作词作曲，他也会编曲，所以他有很多的伴奏谱呢，都是他自己编写的，所以他写了许多的一些动听的一些诗歌，感人抒情的一些诗歌，所以我刚在聆听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你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也受感动呢？现在进场的是我们的联心教会。这边插播一下啊，如果这是你的车号，请马上出去移
开你宝贵的车子，车号是1273RV 5909J3 CJ45502，这边刮福晋安的福音车。我再次播一次，1273RV 啊，时代是什么车子吗？啊，5919J3 CJ4550，你的车子挡住了哈。在联心教会还没有完全进场的时候，我要问啊，麦牧师，请问你是看无线谱还是简谱？我两者都看。啊，请问一下，你的教会是用无线谱练歌的，请你们举手一下。好像没有。是。请问一下，你们是看简谱的，请举手一下。哦，有哈。有些教会是简谱、无线谱是不会看，是老师唱一句，他们是跟着唱一句啊。所以8班9艺都有哈。我们欢迎联心教会的演出。第一首带来的是巴拉多海多伊卡拉yan。第二首歌，他们带来的是《尊荣主圣名》，作词作曲是陈昌良，他是泰雅族人士。他也除了这个专辑之外，还有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作品是《一道江河》，也是被许多的原住民教会所唱。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聆听他们带来的这2首诗歌。掌声鼓励。
谢谢联心教会精彩的演出。这边好像很多的车子发生这个违规事件啊！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的转播啊！以下2辆车子，请你移车：358EJ 是计程车，5959VW 福音车。再广播一次：358EJ 计程车，5950VW 福音车，请你马上移你的车子，谢谢。我们谢谢联心教会所带来的这2首歌曲。现在要进场的是美港教会，他们要带来的第1首诗歌是刚才你以我们大吉我们按这个原创不详，改编是由美港教会牧师马恒赫，这个歌曲是马泰安的丰年舞曲。带来的第2首诗歌是恩典的双翼，作词是周信荣，作曲是王丽玲。
这首歌的意境真的是传达出基督徒必须要肩负领人归主的使命，可以让自己的生命成为分享见证的恩典双翼。我们用拍掌来欢迎我们的美港教会带来的这2首诗歌。在他们还没有完全上台的时候，我发觉今天来到这个同荣国小的教会，真的是有备而来每一个教会所演出的都非常有水准，是不是因为有一点这个诗歌的台阶表演起来，好像也高贵有水准多了？我觉得是，还是很紧张。你不要一直说我很紧张。第一次主持嘛，一定第一个会吃螺丝，然后第二个呢，那个情绪真的是起伏不定就觉得一直在紧张的状态，所以请你们再一次给雨婷一个鼓励，好不好？让我越来越稳定下去，谢谢。特别是要给雨婷鼓励了我也非常的羡慕雨婷也可以穿得这么清凉。为什么呢，宋牧师？你也可以把你的外套脱掉了。哎呀，你真是破梗了要高贵起来，要戴这个波带是我以前上班在雅都法国厅，每天上班要戴的，而且我们的制服是那个 tuxedo 燕尾服我今天忽然穿上，好像我要去雅都上班，其实我背部已经湿得不像话了所以是不是哪一个设计师也可以发明男生可不可以有露背装？我们欢迎美港教会的演出。
谢谢美港教会带来的这2首诗歌。当我刚刚听到第1首的时候，好像主灵对我们呼喊，是不是？可是第2首的时候，他又说101，使我们大复兴。是的，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台上就是101新贝家，我想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我们借着诗歌，要把荣耀归给神，最重要的。在传福音的同时，我们要赶快把得救的人数加添到我们教会。Amen。我真的是要来回应一下刚才美港教会带来的第1首诗歌。其实这个是法律牧师他礼拜3临时重新编写的诗歌哈。我们想看看，当我们在预备这一次的演出的时候，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练歌，我们才敢呈现我们今天的这个作品。可是法律牧师他们是礼拜3才把整个歌，他说他们要重新更改，所以他们只用几天的时间就能够唱出这样美的一些原住民的古调，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我一直觉得我们原住民的文化是上帝给我们的资产，所以我们应该要继续的发扬我们自己的文化，特别是在我们的族语的这个部分，我们应该要好好的透过我们的族语来荣耀我们的父神。现在进场的是曙光教会，他们也要演出2个歌曲。第1首是《乃嘎雅耀古苏尔 Yes》，这是由阿美诗歌主曲，作者不详。第2首歌，他们带来的是《传福音》，作者也不详。不过这首曲目呢，同样其实也传达出传福音的信息。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音乐会的一个举办的宗旨跟目的，让我们能够达成101的这样一个宣教使命，为主结果子。现在我们就一起再一次开掌来欢迎我们的曙光教会。
樟树教会带来这么精彩的2首诗，曙光教会带来精彩的诗歌。请抱歉，雨婷有一点昏了头。没关系，还是要慢慢来的。哎，宋牧师，我有一个问题要请问你，是，像你那么能唱能弹，你为什么这一次没有邀请你的教会来参与这一次的这个诗歌演唱会呢？有时候人不要一直在高处，有时候要低调一下，不要了。老实说哈，上个礼拜才主持一个葬礼，昨天才主持一个订婚，11号又要出国，所以我哪有时间练歌呢？你听，希望我们下次圣爱参加的时候，就不是在这个场地，我们可能会在中正纪念堂。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我们有没有这个水准？阿门，所以阿门要大声一点。你觉得我们有没有这个水准？好，妇女会长听到了没有？好，我们下次要在中正纪念堂的我们拭目以待哦，那个宋牧师。是。刚刚我也觉得啊，我在后台跟雨婷在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很棒的阿美传统诗歌，我们看到我们的节目程序表的时候，好像作者都不详，我非常的有个感慨。记得以前在一神读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平地人，我不讲他的名字啊。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阿密斯要用我们这个歌来使用的时候，版权的问题，为什么呢？他早期他在这个收集这些阿密斯的歌，然后编曲成为他的作品的时候，你知道吗？版权就变成他的。可是最后版权竟然归给平地人，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个当中教会，我们的指挥，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作词作曲人，所以常常鼓励他说：“你赶快给我出 CD， 不要一天到晚再送给别人。现在是注重版权的时代，所以各位亲爱的同胞，好好的发挥我们作词作曲的天赋吧，阿妹吗？阿妹。我们欢迎丹凤教会的演出。带来的第一首诗歌是弥都弥当古爸爸。第2首歌《行在主的恩光中》。欢迎他们的演出。
这么精彩的2首诗歌，我们真的是对我们的雷文米卡尔老师有期待。你那么会作词作曲哈，我们期待明年能够出你的一些诗歌分享给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有机会来传唱我们阿密斯的老师那个著作的一些诗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不但是要出来而且要发表。我想米卡尔老师本来就是一个很优秀，刚刚那首诗歌就是非洲诗歌这是我记得跟那个还有道我们去英国演唱的时候也是前面那首歌也是我们阿密斯的诗歌很快的，我们的上半场就这样即将开始。可是很重要的，我们现阶段我们要做一个奉献。我想说，在我们进入奉献之前，我很想对我们上半场的这个音乐会有一些的回忆，有一些的感动，也很想在这个当中来跟我们在场的每一个来宾来分享。当我们在听完了以上的曲目，我们发现到诗歌永远唱不腻，对吗？无论是怀旧的歌曲，无论是阿密斯的古调，或者是现代的诗歌，都有它不同的故事、情感，还有意境，包括每一首曲目的曲风都不同。从第一间教会一直到当风教会，我们听到有一些诗歌的诠释，有的是大调，有的是小调。
然后有的快乐，有悲伤，有单旋律，然后也有和声，有调性，还有节奏，有不同的一些曲线的呈现在我们当中。但是呢，这些都是整个音乐里面所涵盖的元素。虽然说每一个作者每一个时期的作者，无论是早期的或者是后期的所诠释的曲目都有大不同，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就是唯一一致的，就是歌词的内容都在颂扬主的奇妙跟恩典。所以我真的是听完了上半场的音乐，我觉得我很有感，我真的满满的感动。我不知道在场的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也